準決賽，中西區將會對南華，亦都係上屆決賽起碼嘅翻版啊！咁啊，見到中西區球員都圍成一圈啊！今日天氣其實都少少悶熱嘅，不過嚟到傍晚再加埋呢度臨近海邊就都尚算清涼。呢個波做個交叉走位嘅和達，一個遠射，呢個波咧咬腰攞去遠處啊，拉高咗少少啊！但係呢兩個球員就好多時10零20分鐘就開始會有啲位置互換啦。呢個波李康寧第一時間踏入去蘇沙多唔多？哦，越位在先咁啊！輕輕擠高咗。呢邊再有個執漏就劉浩林分埋過嚟，左路又係李康廉推大位，第一時間啄入去遠處，呢邊邊個導師蘇沙頂到，又好似頂唔應，揼咗落嚟，呢邊歐文樂大腳勾銷。咁啊呢個球員咧助攻亦都有少少腳頭嘅，分咗左路，陳樂謙左腳刮入去呢邊龍門口邊個度，齊唔到啊，撞埋一堆。沈耀陽側上嚟，康廉輕輕撥翻過嚟中間。許宏峰左腳俾入嚟，落點唔錯，心口照到，蘇沙右腳留去遠處，可惜呢個波唔中跨。罰球，直接得入去呢個波遠處，陳正謙頂到入嚟中間，但係冇人接應，保羅輕鬆立晒。呢邊沈耀陽一個轉身俾得靚，再大步推，擺脱咗黑田綠豆，撳翻過嚟俾李康廉，康記推翻入大位，再俾交叉走位嘅蘇沙冇越位，第一時間射近住，蔡子圖飛身攻到。劉浩林轉嚟左路，沈耀陽輕輕截高咗俾李康廉跑嘅，到嘅康廉應該右腳立左腳立嚟龍門口，齊流去遠處，許宏峰擺晒堂態，右腳立嚟中間，最後再加蘇沙頂中咗自己有門前大運之，許宏峰再加腳射入球有效，入球有效。呢邊南華嘅教練投訴越位，但係助理裁判同裁判冇任何表示，裁判係第一時間指示入球有效，先開紀錄。呢個波先係蘇沙頂中許宏峰，門前大運戰，最後許宏峰一腳將個波踢腳我。入波嘅應該係呢個陳曉峰喎，陳曉。中西區嘅曾建煌受傷啦，所以罰球就要為其他人處理啊。個又去開呢個波頭槌頂到嘅許宏峰。蔡子圖封到，嗰波仲未出界。呢個時候球證亦都鳴笛完上半場啊！繼續箍住波，蘇沙一個轉向，幾下插花，叫翻上隻左腳回翻。張俊軒咬唔咬到出嚟啊？呢波咬就咬到啦，後備轉咗呢邊越位。咁啊，似乎陳曉峰呢個波處一個越位位置啊！甩咗，黃力威攞到個波，右路快放，爆開咗梁星耀，再過埋。避開埋陳正謙嘅飛鏟，睇下點處理啦！黃力威右路落到底線，夾入嚟遠處，李康廉心口一照，再撳入嚟中間，咁啊包到解圍翻出嚟，陳呢個鼻頭啊，咁啊入波功臣啊！何直軒一立大腳又再鬥翻上嚟，沈陽頂到呢個波地咗禁區頂俾和達翻去右邊，黑田綠豆嚟個右腳撞射，掛網而入。下半場17分鐘，南華嘅日本外援黑田綠豆右路後冚上嚟撞射入網嗱，先係呢個波壓翻後俾咗呢個和達大髀一控好定當，回去右邊，黑田綠豆第一時間掃把腳撳射掛網而入，為南華追成平手，收復咗門將保羅。後前又係李康廉一個變速撳翻嚟中間，有啲空間可以射佢左腳射，單地柱邊出界。好，裁判明德呢個波開打啦，睇下梁星耀開去遠處位，中間有人跌底，最後頂到嘅係和達，以為入緊嘅時候，保羅竟然又救到喎，間個球掟入嚟，呢個波就吹罰咗12碼喎。好，踢聲明咗和達可以射呢個波，睇下點處理，一拖，保羅擋到。保羅擋到呢個波，保羅捉到路擋到，嗰邊中西區球迷非常興奮啊！因為如果呢個波39分鐘失波咧，真係危險啊！睇多次啊！彭琳琳對住黑田綠豆，兩下假身，養唔過，撳翻嚟中間，蘇沙已經冇人掹佢，蘇沙左腳好靚強啊！嚟個遠射，蔡子圖將波呼出底線。今次準決賽兩隊再碰頭，會唔會又要踢到射12碼咧？呢邊就迪馬。幾乎做咗罪人，呢個波拗少咗李康廉，俾個過頭，許宏峰冇越位，龍門蔡子圖唔出，許宏峰面對蔡子圖，攰骨埋，可惜對方亦都包到，可惜啊呢個波。
裁判亦都鳴笛完場啊！咁啊，呢場足總杯初級組嘅準決賽啊，咁啊，中西區同南華經過法定時間90分鐘激戰，踢成1-1平手。南華嘅和達助跑，呢個波就保羅捉錯路啊！哦，呢個波都好靚喎，蔡子圖亦都捉錯路啊！前鋒啊，邱仲軒啊，一個柱躉踢法嘅球員，好跑得嘅，窒一窒一射，又係保羅捉錯路啊！許宏峰2、3步助跑一射，哇！捉就捉到路噶啦，蔡子圖，但係呢個波咧球速都相當之快，咁啊飛到盡都摸唔到啊！呢個蔡子圖啊，南華右翼黑田綠豆，呢個波射個波好靚啊，相當高質素。假腳，哎呀！呢個波蔡子圖亦都捉到路，不過安基斯攞個波咧角度都攞到最盡啊！個波係唔見何靜軒睇下呢球又會射成點啦？一射哦，保羅再次捉錯路。不過就算唔捉錯路，呢個波力度同角度都相當之好嘅呢個波。李家俊，哦呢個波亦都蔡子圖捉錯路嘅。廖益成啊，哎呀呢個波力水唔係太夠，但地波保羅落地慢一半拍，掃沙。哦呢個波咧見到蔡子圖又一次捉錯路。蘇沙亦都攞到好盡啊，又係射網仔啊！呢個波後備上陣嘅，咁亦都係一射，哎呀！呢個波亦都攞得好靚啊！地波死角位，王力威啊喺足總杯初級組入唔少波嘅，睇下互射12碼又如何啦？呢個波射失咗王力威，最後俾蔡子圖捉到路。哦，南華球員因喜亦強，突然死亡加罪互射12碼，南華6-5擊敗上屆冠軍中西區，喺呢場足總杯初級組4強賽事報回上屆決賽互射12碼落敗之仇。南華晉級決賽將會同深水埗爭奪冠軍啊！